嘉义市的独立册店最近以台湾文化协会伫嘉义做主题，规划活托加城市导览旅行。这行程内底透过台语导览，要互民众了解在地画家陈定波的作品，伊背后想要表达的意涵。首先，请大家先找，把这200图先吹出来，吹出来了后，还落去找字。摕到题目了后，参加活动的民众，大家拢去找题目内底的线索。嘉义市的独立册店最近以台湾文化协会伫嘉义做主题，规划活托甲城市导览旅行。活动内底用陈定波笔买这本册，伫导览行读的活动中设计会当贴题目的谜题。有的所在是伊以前住的所在，有的所在是以前定去遐迄画图的所在。所以主要是遮嘛是甲陈定波迄个时阵伊生活的背景有关联。就是可以解谜，而且可以了解更多东西。为着要让民众了解100年前的台湾文化协会是安怎为文学、历史、文化、社会这层面表达因的理想，家己的独立册店举办台语行读活动，佮安排谜题，让大家来破解，增加对导览内容的印象。一点仔忝，我想讲会当轻轻松松来遮听导览，袂想着爱真认真，安尼想，不过真好耍。对陈澄波图的构图之后，他要我们找那些字。那些字里面，整个后来解答出来以后，会看到陈澄波这个人的生命精神。主办单位表示，陈定波是文协时代推动艺术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台语嘛是迄当阵生活语言，用台语导览，甲历史甲贴题目曲做伙，若保存在地历史，嘛替合适加添趣味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